请咱三甲来和乐敬拜咱的主，请咱用基督的心开始来唱，也把十几世的地位听我的声。英国对十八、19世纪就涌入日本内国的名。当咱详细来审视这两个宗教革新运动的本质，无论以敬虔的态度追求圣洁，也是引领甲圣经来追求真理的人生，其实拢亲像影响着当时的基督徒追求真理的信仰。有像以前教导安尼讲。阮侍奉神是一位真理的创造者，人生本应该是真理的作品。台湾话有一句话讲：认真是形容人做代志的态度，真心、完全、完美的意思。就亲像圣经中所讲，一个非常重要的态度，真心、真意、真道，行做事全。这是一个会当影响人一生的态度，也是基督徒应该培养的生活态度。就亲像耶稣在天咧地请人讲，天国是努力进入的，努力的人才会得到。伊是上帝的能力，是伫人的软弱顶面迄个完全。所以，咱最需要应该是恳求圣神降临，伫咱的家家之心。
对人的影响是啥物？第一，带互人思想上进步，明白完全的道理；第二，帮助人行做顺转，见证顺转福音；第三，完美的生命，互咱上，会互咱互上帝完美充满。亲爱的兄姐，请问恁有当捌因为基督教的信仰改变过恁的生命？以赛亚书32章80讲，高明人计划高明事，也长点高明。这是勉励咱追求高明甲价值的人生。咱要建立一间有生命的教会，一定需要伫咱的内面有顺传的福音，人人传完全的道理，见证顺传福音的生命。每一个人拢愿意对家己开始。对世个所在重新来起造，就亲像一滴一滴的水，也会成做海遐大。